主后2023年8月1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起造家庭的原则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箴言12章第1节到28节。喜爱知识的人欢喜接受管教，戆人厌恶责备。好人会得到上主施恩，苛刻多端的人会受上主定罪。人袂当对做歹得到安全，义人的根基永远袂动摇。在地的负责人是丈夫的花冠，毋知见笑的负责人，亲像丈夫骨内的毒瘤。义人的意念细正，歹人的计谋诡诈。歹人的言论长等要害人，正直人的喙会救人。歹人会受车倒消失，义人的家会坚固。人因为智慧受懊恼，心歪曲是非，会受藐视。卑贱的人趁有食，较赢폭风自大的人无物通食。义人关心精生的性命，歹人连对人同情都残忍。拍拼正直的人有够额的米粮通食，追求空空无价值的事是无知识。歹人贪爱邪恶的人手内的财物，义人的君会结果子。邪恶的人因为嘴唇的计实败落家己的罗网，义人会脱离患难。人对喙所结的果子得到满满的福气，人照伊的所做受报应。戆人看家己的路做对，聪明的人听人苦劝。戆人真快显出受气，明理的人忍受侮辱。讲实话做正，彰显公义；南山做正，显出亏欠。讲话无谨慎，亲像刀插人。智慧的人会指医治人。诚实的喙永远可靠，白贼的舌只有挡一时仔久。都无歹待的人心存诡诈，劝人和好的人会快乐。义人袂拄着灾害，歹人会拄着真济灾祸。白贼的喙唇，上主厌恶；做代志诚实，伊所欢喜。明理的人藏捌知识，戆人的心显出愚妄。温驯的手有力掌权，贫惰的人甲人做苦工。心有看虑，互人励志；一句好话，互人欢喜。义人带厝边行正路，歹人带人行迷路。贫惰的人有肉嘛无要烘，拍拼的人会得到宝贵的财物。正直的路，互人得到性命；邪恶的路，透到死亡。起造家庭的原则。箴言12章第4节指出，在地的负责人是丈夫的花冠，毋知见笑的负责人，亲像丈夫骨内的毒瘤。若参照中文译本，甲即句话解做：在地的丈夫是家后的冠冕，伊守的丈夫亲像朽烂伫伊家后的骨中，也通显出夫妻之间美好的关系，就是彼此互相平等对待。
献花伫希伯来文有才德、军队、有能力、倒发等意涵。当即个词应用伫男性的时，中文常常译做大能勇士，也是壮士。亲像《历代志上卷》第7章第2节讲到，多拉的后代是大能的勇士。士师记第6章12节，天使称基甸做勇敢的壮士。当伊用来描绘妇女的时，就译做高尚、才德、贤惠。毋过，即个中文翻译哪像甲原文力量的意思淡化去。箴言的作者认为，夫妻的斗阵爱彼此对等，互相成全。义人所起造的家庭，的确蒙恩惠。义人起造家庭的核心价值是夫妇爱同心同行。伫家庭中，夫妻相处之道，在于彼此拢爱反省家己，是毋是领受智慧，成做义人。因为安尼，作者提醒，歹人会受车倒消失，义人会加为坚固。义人经营家庭的原则，注重伫心思和言行。大生人爱敬畏上主，乐意受教，因为好人会得到上主施恩。其次，人爱温群工作，因为正直的人有教业的美娘。家庭的根基和发展，若要稳定，人必须脚踏实地工作，才会当有稳健的财务。当财务稳健，人就会当满足伫家己所拥有的，毋免欣羡别人的富有。正直的人对家己充满自信，谦卑内敛，待人有诚，的确世界受欢迎。无论男女，拢爱扮演好家己的角色。做事人着好好照顾田地，生理人着诚实做生理。温群的手有力掌权，扁担的人甲人做苦工。义人经营家庭的原则，就是谨慎言行、含蓄谦卑，勿失袂夸口家己，为本上珍贵的礼物。故事的主人翁戴拉和吉姆是一对相疼的宾善夫妻。当圣诞节特别来临，因两人为着要向对方表达爱意，戴拉加条长头鬃去卖，买表链仔送互丈夫。若是丈夫吉姆卖条组团的怀表，买头毛笔仔送互伊的家后。两人为着对方的需要，卖掉家己上珍贵的物件。这个故事表达耶稣基督降生圣诞精神，就是疼甲牺牲，互人感动。这对夫妻虽然无富有，却拢为着对方设想，充分表达夫妻之间上珍贵、彼此相疼关系，是值得合适的模样。理想。我希望家己伫家庭中扮演安怎的角色？我是努力去做家庭的人，还是拆毁家庭的人？教会的去做也是相款的道理，是无？我希望家己伫家庭中扮演安怎的角色？我是努力去做家庭的人，还是拆毁家庭的人？教会的去做也是相款的道理，是无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伫即个无真重视婚姻甲家庭价值的世代，我渴望
看见搁较侪基督徒的家庭，互你起造，互人会当看见你的荣耀伫即个世代彰显。愿我的家庭也互你会疼充满，通得彰显你所赏赐的丰盛性命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